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4，诗篇119篇49到50节安尼讲：求你会记得对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毋望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三角来祈祷，应允互阮有毋望甲活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投降的所在。主啊，伫这充满惊吓甲不安的时刻，阮需要对你来的平安，甲阮三角伫地。主啊，虽然地大震动，虽然海水哗哗吼，阮犹原无惊，因为你的手要扶持阮，你的大气力要庇佑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施恩看顾阮，求你伸手保护阮。主啊，求你会记得对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阮有毋望。伫患难中，阮得到安慰。对你的应允，阮得到活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